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趋势，台南嘛全力推动太阳光电。不过，除了7个电永实地4月拢看到的光电棒冲击龙溪民生计，甚至因为清洁案和光电更加乌金连接，开下真侪利益备案。毛议员相当在意台南太阳能政策的执行状况。第这届议会定期会要求市府4月23进行专案报告。会中议员面对连国里公园绿地拢要种电，已经引起地方反弹议案，要求变更专案名称。到底台南太阳能设立的进度，清楚让市民知影对环境的影响评估。我们的区里面其实也很多，那当然也遇到一些争议。那我想有些社区有些风雨球场，或许大家是欢迎的，但是有些状况其实大家是反弹的，所以在于就是要有前置的沟通，设置前的沟通很重要。那我想取得地方的共识再来设置是比较理想的。也提醒市政府在做任何的光电相关的设施，务必前行的这个沟通。说明会地方的说明会一定要做足减少争议，然后让整个计划要推动的时候能够顺利啦在七股一些观光景点，可能这些厂商跟我们市政府就觉得说，找了一块地，那我们就把这些店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不理想的一个行为。那是否可以参考一些其他先进国家？像在德国，我知道他们好像是把太阳能板安置在他们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中央的这个中间的分隔岛那也不是说国外怎么做我们就要跟进，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多方参考，怎么样是最理想的？就是说你同时可以推动这个能源政策以外，你又可以让这个市民朋友感受到生活环境不会有压迫感，或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或是他们有一个指引我
我们要求做专案报告，你们谈说执行的成果如何，但是对整个环境造成的影响，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对于我们景观造成的影响，对空气流通造成的影响，那请问一下，你们的专案报告里面报告得出来吗？这个如果牵涉到专业，而且需要时间，所以嘛，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执行了什么？在符合地方政府可以审的部分，我们要审；如果不符合地方政府可以审的权责，我们就要送到中央。以现在来讲，大概是2甲以上的都是要送中央，而且以前有小2甲的那个就是2甲2公顷以下的，那个是地方可以审。那现在已经地方没有这个权责。我要讲的意思我简单讲，我跟你报告就是说，这个程序上，如果我们审查有缺失，我该检讨。有违法当然是司法机关，如果没有违法的话，程序有系统性的错误，那我们应该要去检讨这个系统。绿电虽然是国家政策，不过伫议员眼中，台南已经变成光电城，变成全国太阳光电示范区。天数上的审查加执行的办法，以及敢有总量管制，对地方的影响各是如何？邀请民众到时透过有线电视转播共同来关心。台南新闻阮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这个空间不只是为了文政时需要家己照顾幼稚的议员，包括议会员工买当有需求的时，带囡仔来使用。请用市的囡仔议员新家风伫该幼稚空间启用头一天，嘛拄好带囡仔来体验。对地板甲墙壁加上游戏器材都安全设计，互囡仔会当安心来耍。19号议长库里里伫这议员陪同正式启用。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可以适合在这个年龄的这个一些的玩具或者是说游具在里面让那个小朋友可以玩。那让我们的议员先进他们在问政的时候，如果刚好带小朋友来，那也不方便带到这个议场的时候，可以让他在这边来做一个玩耍议会宝宝在6月份即将要诞生，那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我们非常让我们议员可以安心问政，那亲子共融的一个空间。为了打造优先这场，台南市会大新设立幼儿亲子空间，无分党派议员拢认同表达肯定。台南新闻阮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处理大粒性结石，过去传统的做法是尽量将结石拍碎，事后佫请患者多多淋水，慢慢排出结石。排出的时间少是1礼拜，这是需要2-3个月时间，才会当将结石排互清气。不过现在泌尿科有了一项新的武器，可弯吸石鞘，会当伫手术进行的同时，就会当将结石清除清气。以前的导管鞘它大概最前端这里都还是硬的，它没有办法转弯，所以那我们的打完那些石头以后就算我们要吸也不见得吸得出来，因为距离碎石太远了。那现在我们有出这一种可以转弯的，它可以顺着我们的软式输尿管径转弯，所以它才可以跟着我的软径一起进到肾脏里面，进到它的那个结石的旁边我一面打，然后一面把它吸出来，那把它吸干净，然后甚至我最后就可以把一些碎石全部都把它吸干净，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一次把石头全部都吸干净。根据研究报告显示，可弯吸石鞘手术不但术中出血量较少，术后嘛无空喙照护问题，恢复期嘛较紧等优点。不过这项手术并无健保给付，需要自费负担。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以地中海人文风情元素融入店内设计当中，整体予人自然的大地氛围，占地120平。这是美国全新的店面，就开伫南胖购物中心 A1 馆1楼。Mango 的于1984年成立于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巴塞隆纳本身就是一个地中海的沿海城市，在母亲节档期之际呢，在台南地区设立了全台首家地中海的品牌形象大店。上新的女装服饰配件甲鞋仔拢总拢有，同时以每2礼拜卡补。甲上新的季节商品上市，同时推出全球限量的 selection 系列，其他加粉红仔多花系列，
要让南部消费者感受到国际时尚潮流。Selection 系列，那我们非常开心呢，在南纺也有引进这个系列。那它是我们南纺的南部独家商品，因为要呼应季节，所以我们选择了用亚麻、苎麻材质来做。该品牌在台南也有侪重视消费者，这摆选伫母亲节开幕，嘛祭出侪优惠来回馈，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都会女性族群。满足因伫无共生活场景的穿衫需求。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知名的艺术家，这回透视艺术精选因的作品，要甲台南的民众交流，希望摆脱一般个案的形态，而是用多元的媒材，让民众透过色彩变化，透过手做的细命料，甚至是 AR 虚拟实境的数位创作，有无同的艺术刺激。这档展览有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意大利的4个国家的那个艺术家同时在这边展出。那个，因为我们想给台南的乡亲有那个很多不一样的视觉的享受，那所以因为每个国家它有每个国家的民族性跟特质，所以他的创作的那个每一个国家的创作的那个类型跟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展览来跟台南的朋友就是结缘，然后希望以后我们能够也还有机会多多来中南部这边，然后参与这边的艺术活动。透视艺术因为感受到天灾地变，所以在展览当中嘛加入爱心公益。有14岁到46岁自闭症朋友，以台南400加2年作为主题创作艺术，加上绘本的创作当中，有7个国家音乐家演奏相当难得，希望唤起大家对自闭症的重视，让因愿意加入人群。自闭症的孩子，他通常是比较离群独居，然后自己在做自己的创作，或者是比较难以跨入社会。但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利用旅游学习，不断的在台湾各地跟社区的民众去做互动。那比如说像龙的系列，就是我们透过偏乡长辈他们希望有一个热闹的节庆活动。然后我们的孩子到偏乡去做公益，每年帮他们去举龙过元宵节，持续8年。8年之后，他们再创作出来这个龙的系列的作品，所以它本身有一个社会化、艺术性的主要的刺激跟活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讯息可以传递到全国各地，鼓励自闭症家庭带领孩子从他的社区走出来。展览当中，为了凸显艺术甲生活结合，有真特别的珠宝装置艺术。每一个图啊，除了是一把艺术品，嘛是行动艺术。玉衡艺术中心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这次也是透视艺术他们第一次来到台南做展出，那他们其实已经在台北升值，大概有20年多了。对，那刚好他们第一次下来呢，也带来很多的日本、韩国，然后包含还有意大利的艺术家。那其实对于就是台南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古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国际艺术家注入。我觉得其实对于台南来讲，是一种新旧的结合。那包含其实对于玉衡艺术中心来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展出联展，所以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该展览伫4月19开幕到4月28只有10天，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来玉衡艺术中心欣赏加支持。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长期以来一直投入社会公益活动。这次规划伫南胖微秀影城包场播映魏德胜导演所拍摄电影《B.I.G.》，邀请市民大众做伙来观影，感受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温暖甲感动。借由欣赏电影，能够让我们众多的朋友去做身心上的一个调整，或是一个发展。今天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能够来这边。我想，我们忧郁症关怀协会，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说，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我们这个土地要倒下来。但是当我们在倒下去之前，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走
走出他身心上的障碍。做好事无分哪里，国民党议员王家珍、民进党议员朱正轩也共同向大众宣传公益电影活动，邀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团体在我们各界支持忧郁症关怀这个议题之下呢，我们一直默默地耕耘着生命的这个区块啊。那所以今天就是家珍来这边跟各位乡亲、跟各位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我们要做一个电影赏析，这个赏析在全台湾我自己知道的已经办过不少包场的活动了啊，是一个生命议题的动人心弦的一个电影。忧郁症关怀协会长期在我们的一些心理卫教的部分，然后在做许多的议题的倡议。那也透过跟议会的一些结合，还有包含说市府单位，持续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这个议题。那这一次也发起了这样的公益活动，然后要来一起关心一些罕见的重症的弱势儿童、弱势家庭，他们遇到的一些处境。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我们通过记者会来跟大家宣传哦，其实我们忧郁症关怀协会有办理一个包场的活动，那就是希望更多的社会大众注意到，不只是我们的忧郁症，我们的这心理的疾病的问题，然后也注意到我们罕见儿童的问题。那希望更多的社会支持、更多的政府支持的力量，都可以一起来关心。BIG 是导演魏德胜所指导的电影，描绘6位癌症儿童伫病房当中的点点滴滴，有笑有泪的内容，感动真侪人。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4月28将伫咧南胖微秀影城举办 BIG 公益电影欣赏，欢迎对着该电影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向协会免费售票入场。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新北市永平高中日前与来台的德国姐妹校文特瑞德中学师生们办理德国日活动，现场有德国的同学们陈列有关德国文化的互动摊位，包括德国传统美食、舞蹈、足球等7大主题，邀请符合国中与永平国小的同学们前来体验异国文化。同学们面对来自国际的友人，都显得非常兴奋。我们跟德国其实已经交流26年。那过去呢，我们也许交流只限于接待的同学，那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师生参与这样子的活动，经验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前几年就开始设计，我们的学生去到德国的时候，我们有个台湾日，能够从食衣住行娱乐去设摊位，让德国的学生也可以来体验。永平高中校长沈美华表示，学校与德国文特瑞德中学已经有26年姐妹校情谊，疫情期间以线上交流维系2校情谊，疫情解封后重启实体交流。此次回访的德国师生特别设计了德国日活动，让新北市的师生们不用出国也能体验德国文化，增进文化理解。然后他们过来，他们一样设了7个摊位，也是食衣住行，甚至历史文化，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认识。还有刚刚也看到学生踢足球，好，或者打这个网球，学生其实非常的喜爱。那我们就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只有局限在这个接待学生或者他班级的交流，而是更多的孩子能够透过他们的这个规划，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国际交流。教育局补充，新北市致力于推动国际交流，鼓励各校采取策略联盟合作方式，增进国际姐妹校师生多元实质互动，建立坚定友好的跨国友谊，借由多元且丰富的互动交流形式，让更多学校师生皆能体验跨国共学，享受国际化的学习环境。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这一台看似推车的机器，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在这2年来为高雄的道路抓漏有成，是许多道路的救星。它就是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在近2年与厂商合作使用的透地雷达检测仪器。透地雷达检测是一种非破坏性检测的作业，它就是不用开挖的情况下，可以知道地下状态的信息。利用机器雷达发射跟接收电磁波，当电磁波打到不同介质回传的这个时间差之后，我们就会透过分析来知道地下埋设物的状态，如管线、箱涵或地下坑洞的位置、大小。许多埋在马路底下的排水箱涵或管线，因为老化容易导致塌陷，在肉眼看不见的状况下，难免会造成土壤流失，而使道路产生坑洞与塌陷。因此，透过透地雷达检测技术，扫描地面下的资讯，并带回去让专业人士检测后，就能找出因下水道管线脱落或损坏造成的潜在道路坑洞。不用大动作开挖马路检测，也可以精准的对洞开挖填补。
过去的道路坑洞发生的时候都是立即性，都是亡羊补牢。可是引进这台技术之后，可以产生很大的立即预防效果。我们去年也配合那个公务局跑步，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还有楠梓区的草民路，也利用这个透地雷达作业，配合公务局去跑步作业做检测。其实新铺道路品质都非常好。透地雷达检测技术在台湾是由高雄市政府率先引进，并在这2年期间投入1000多万元经费，改善了321处的潜在性坑洞，成效相当良好。这个是从那个日本巨社公司他们引进来台湾，那我们就是厂商是跟他们合作这样。那透过高雄，它是市府单位，然后他们第一批就是来做这个使用这样。水利局持续争取经费来执行这个透地雷达作业，希望是透过这个作业时候，可以将地下潜在的坑洞找出来，先行修补、填平。那其实也因为这套技术可以建立到地下坑洞的资料库，我们可以容易掌握有潜在坑洞的路段，提供我们水利局来做巡查、修护的依据。未来水利局也将继续编列预算，并建立道路潜在孔洞资料库，提供水利局人员加强巡查及提早修复，给市民一条平整安全的道路。记者朱敬伟、周福信高雄报道。前有苏丹红，后有宝林茶室中毒案，食安议题引起全台热议。多位市议员也关注到桃园市自2022年起携手新义基金会推动的10享冰箱，由里长做领取点，提供即期食品给弱势民众自行取用。但议员们担心这些即期食品的食安风险，对此基金会表示，物资到手后会经过严格审查，到里长端也会再一次检查，民众在食用前也要检查确认无疑再食用。我认为食安在检查上面会有2种问题，一种是食材原料的问题，像前阵子的苏丹红，包含捐赠方，包含里长，我们一定会在它的外观，包含它的触感，包含它的效期上面，我们是完整的在检查。即使它没有包装好，我们也把它重新再把它包装好，因为一定会有些是它的保鲜膜破掉，我们也是把它重包好，没有问题，确认这些状况是可堪使用的才提供。这部分的食品的品质检查，其实是所有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做，而且是所有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做。那这部分，我想大家都应该要尽到这个责任。除了基金会端的把关检查，里长表示，拿到物资后会再跟志工一起重新检查一遍，只要颜色、气味不对、包装有问题，都会直接淘汰。同时，在民众来领取时，也会一再宣导食用前的检查与惜食观念。我们其实，在我们111年推动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对冷藏的、冷冻的食品呢，我们也都非常的注意哦，它的这个期限哦，比方说一些食品呢，你看起来颜色就不对了，这个我们绝对不会给民众来享用哦。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了，但是我们会依我们平常在买东西的这种经验呢，来分享给我们的大众朋友。我们在发送到他手上的时候，绝对是非常好的状态下才会给他。对，而且我们也会宣导，这个东西是10享冰箱，它是即将到期的。如果你回去切开来，你认为不能吃，千万就不要吃。民政局表示，目前全桃园市有38个里长配合设置10享冰箱，照顾超过10万人次的民众，也没有发生过食品出问题的事件。卫生局也提醒大家，食品食用前务必确认包装、品相跟保存期限，为自己的食安把关。我想所有里长在参与这个10享冰箱的这个时候协会跟新义基金会包括局里都会去陪同到里长，让里长确实知道所有的流程还有相关的教育训练。那我们未来跟卫生局也会持续跟协会一起到所有里长在10享冰箱的工作地点去访视跟辅导。我们希望让民众对我们10享冰箱有更多的一个信心对食安上的一个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里长一起来跟我们加入这个10享冰箱的工作行列。李明来拿这个10享冰箱的食材之后啊，那回去之后就要尽速食用啊，那也要落实食材的保存，要在如果是冷冻就要冷冻保存，冷藏也要冷藏保存，然后尽速使用完毕
也表示，里长加入10响冰箱行列后，都要经过教育训练跟签署合作意向书，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检视物资状况，记录入库时间，标示使用保鲜期，告知领取民众注意事项。如果有异常，就会当厨余。民政局跟卫生局后续会检视习食基地存放状况，确保符合卫生法规。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